呢條片教你點樣喺睿哲銳意程式度配置漫遊功能。漫遊類型嘅功能解釋如下：無線漫遊可以令信號弱嘅客戶端轉去信號強嘅接入點，提升用戶體驗同整體設備性能。當無線客戶端嘅信號達到漫遊門檻時，佢會斷開原本嘅接入點，連接到信號更強嘅新接入點。透過分享從接入點同無線客戶端收集到嘅信息，接入點可以指導漫遊過程，幫助客戶端知道幾時同連接邊個接入點。AI 可以通過適應唔同客戶端嘅信號接收能力同漫遊策略，提升漫遊體驗。配置呢個功能時要注意以下事項：登入睿哲銳意 App， 喺項目頁面點擊項目名稱進入項目配置頁面，選擇工作區高級 AI Roadmap 進入配置頁面，開啟 AI Roadmap， 點擊 AI Roadmap 旁邊嘅箭頭圖標進入更多配置選項，根據需要啟用或禁用 AI 漫遊。當接入點被添加、移除或重新定位時，點擊再次掃描以確保最佳漫遊優化效果。查看漫遊結果，點擊接入點排名同客戶端排名標籤查看漫遊詳情。Stars 來自同一供應商客戶端數量。Roams 從 AP 角度和客戶端角度嘅漫遊次數。AI Profiles 應用於無線客戶端嘅 AI 漫遊配置文件數量。AP 為客戶端生成 AI 漫遊配置文件嘅次數。Client 來自同一供應商嘅客戶端被 AP 生成嘅 AI 漫遊配置文件引導嘅次數。若需進一步了解，請喺影片下留言或發郵件俾我哋。下次再見。